这田芳几天没见，头发都白了，真的挺可怜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这人可够好的呀！知道这样，当初就应该把精力多用在儿子身上，多教教他好。什么一天老教他吸毒、泡网吧，去连累别人，自己走下三路不说，还带坏清清白白我的女儿。当时真的后悔，我后悔死了。我一直对她那么好，早知道这样，就应该让她滚。你追我干什么呀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啊！刘晓东就是什么货色，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家属探视。571探视，你母亲来见你。不见。你儿子不想见你。他为什么不见我们呀？对不起，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决定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跟刘晓东说他爸爸来看他来了。好，您稍等一下。571，你父亲来探视。哦，来了。你们稍等一下，他马上就过来了。这又能怪谁呀？不可思议。田芳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别介意茉莉啊，她就那样。我要跟你说一句真心话，以后小东的事你别掺和了。你没发现吗？只要你一掺和，准出乱子。刘叔叔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知道你不爱听，但不爱听我也得说。这事情是明摆着的嘛。小东的妈妈吧？对，您是？我是王小庆，是这儿的副所长。您有兴趣到我那儿坐坐吗？好。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到戒毒所工作，10几年了，我还是头一次碰见像您这样的母亲。我是个失败的母亲。话不能这么说。我感觉像您这样的母亲，应该不是那种对孩子娇生惯养、放任自流的人。王所长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，可我没处去问，我也问不出口。您尽管说。那就从小东高考吧。小东高考失败了，我一直以为啊，是因为他压力太大，发挥失常造成的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说是因为报复我。
为什么要报复我呢？我睡不着，我吃不下，我怎么也想不通。我的亲儿子啊，我对他管的是严，可哪个孩子的爹妈不是望子成龙啊？不是有那句话吗？不打不骂不成才呀。我错了，可是我好吃的紧着他，好穿的紧着他，我没有对不起他呀。特别是他说他吸毒也是报复我，我真是想不通，为什么？田大姐，您呀，先回去休息，我在这儿再多了解点情况。小东在这儿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帮您找到原因。请坐下。王琴，王琴，再坚持好吗？听话，再坚持下去。等你们好了以后，妈妈马上接你们出去，啊！现在关键是把毒戒了，把毒戒了，什么都好说。是，戒了毒之后出去，你们还可以继续读出国医科班。妈妈已经跟学校请假了，学校都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就说是我们家里有事儿。田鹏会不会说？田鹏不会说，这你放心。我一天也待不住了，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？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王琴，你怎么了？我要出去！王琴，请坐下，请坐下。几点？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可回来了，这饭菜都好了，赶紧吃饭吧啊！我不吃。田芳，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总得吃点啊！哎呀，我不想吃。田芳，今儿又怎么了？小东没见田姨，却见了刘叔叔。你说这个刘晓东，太过分了。他妈为了他急了一夜的功夫，头发全都白了。他连面都不见一下，真不像话。哎呀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看这个小东啊，跟田芳就是冤家。不行，明天我还去，我一定要让他见着我。干嘛呢？小东，海哥，快，小东自杀了，亮，对，小文，快，管教，来人呐，小东自杀了，快点来人呐！你还是别去了，小东的戒毒所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我必须搞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真的，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小东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孩子，他怎么会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呢？这肯定有问题，所以我必须冷静。王所长，我们还是想见见小东。有一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我说了，您别着急。刘晓东，他昨晚自杀。什么？不过已经抢救过来了，现在正在宿舍休息，您千万别着急。
田芳，那我更想看看他。现在肯定不行，他身体特别虚弱，一见到您情绪一激动，万一病情加重怎么办？那咱们不是更着急？那我们就悄悄进去看看他，行吗？行，我带您在外面看看他。谢谢啊。